今仔5月劳动节，台北各高雄拢有劳工大游行哦。伫台北这边，劳团是对下晡1点半哦，对总统府头前出发，会一路行到立法院。今年的诉求是公告劳工的退休保障，嘛望讲劳退薪资提半率，会当对6%提悬到12%。详细的状况，咱即马交互人伫现场的台记者上路。 是主播记者目前人就伫咧开道遮哦，今仔日是5月初1，也就是劳动节，所以讲有数十个工会团体和 NGO 团体组成的5一行动联名咧，伫咧遮来举办大游行。那今年的诉求总共是有8项哦，就是包括讲咱劳工朋友上届关心的退休制度相关改革，这诉求有包括讲甲劳退休的给付会当抓好悬，嘛着按甲这劳保的定限拍复开。另外嘛希望讲这劳退薪资。 亲像这雇主的提交率应当爱对6%也悬到12%等等哦，咱嘛来听现场劳团朋友因详细的说明。低薪、高工时、通膨、高物价，各位的薪水已经生活越来越困难，各位的薪资所得水准并没有跟得上我们富有台湾的 GDP 的指数，所以呢，这样子叫我们从口袋里面自提拨这件事呢，对劳工来讲是一件不公平的事。我们要的是政府应该要落实他当年的承诺，真正的照顾劳工朋友，把薪资提拨到12%。我们希望所有的移工，不分工厂工人，还是家庭看护工，还是渔工，还是农业的移工，都能够纳入劳工退休金。 因为大家都是劳工的身份，不应该再用国籍、用工作的种类去区分。劳团嘛表示，移工对台湾的产业有真侪贡献，亲像家事劳工，也有移工等等，拢应该爱护社会保险，啊，佮有劳退的保障。今仔日的大游行呢，是对凯道遮出发，一路要行到立法院均线路头前。劳团是要求讲，咱国内的3大党应当是爱出面来向这劳工团体所提出的诉求来表达因的回应。以上是记者卢尚如伫咧凯道上新的报道。